先跟我们的杨理事长来配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想我们狮子会在平常也做了很多的公益活动，包括我们今天北斗电安青商会以及北斗电安宫所做的活动，狮子会一直以来也都是共同在做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既然一个单位在承办，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数量，如果能够加上我们国际狮子会来自91个地方的会长，能够共同来举办，我相信今天的力量绝对大于以前的单独的一个承办单位。那么今天共同来举办，最主要的原因是要让我们91个分会的会长看了以后，回去你们的社区，回去你们的地方，好好的一样觉得这个活动这么好的话，可以在我们地区能够共同也一样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在地的社区，让我们在地的民众能够对我们狮子会更多。社团，我们预计要在8月24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在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办理这个齐心做公益暨群施献爱2019的我们这个公益的嘉年华的活动。那今天我们在我们县政府的中堂召开记者会，希望透过记者会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活动，大家共同来参与，让我们这个身心障碍者能够透过活动走出户外，然后迎向阳光，增加他们的自主生活的能力减轻照顾这个身心的压力让我们这个社会更温馨、更和谐。那因为政府的力量有限，民力无穷，未来我们彰化县政府也会继续的来结合我们的民间社团，共同来办理一些公益活动，照顾我们这一些弱势的这些身心障碍者，让我们这个身心障碍者能够在一个爱的环境中我们成长那让我们的这个彰化县成为一个适合宜居的好城市。谢谢。